早已不見影，從回路上構造冷靜，做個得好洗現蹤，搖搖撞撞腳下無力，捱到了直打間，我卻看到背後那個殺手正回來，明明是trouble，世跡非洲怎會當？你被 trouble，為何遇着這惶惶？你被 trouble，怎出爆個因子就會講？你被 trouble，從來未像這樣無助。每日常路過，兇險有幾多？故事和人物。